在地人在地情來看婚林古坑冬花季的活動。用精彩表演起鼓，2026年古坑冬花節，除了花景甲客家文化，嘛帶入地方產業甲山林景觀，佫會當互鄉親欣賞詩詞甲創作。那也借由走入山林，認識客家莊，認識客家的文化跟語言。我覺得只看花哈，沒有寫一些文字哈，好像有點對不起花。接受了客委會的引入哈，那增加一些大家對文字的認識。咖啡是在地重要的產業，所以講有真濟業者嘛支持這個活動。因為咖啡本身是屬於比較半日照、半遮陰，那所以這個油桐跟咖啡它是相輔相成的。冬花節結合公益活動和賞花嘛會當做愛心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